經書講，在一個希伯來書10:35節，因為到呢度日切，你經過嘅一個信心冇變hết，因為到上帝準備將安排嘅公家，佢就下地啊，得獎本切家。嗱，即個信主嘅人，上帝交代，從此今日相信耶穌基督嘅救主。上帝俾你嘅信心，行出呢個世間，撒回你也係用我信心，到出門也係用我真嘅信心。所以嘅聖經教白切家唔冇變hết一個信心。你對付乜嘅痛苦都好，對付乜逼迫都好，對付乜憤怒都好，上帝嘅話交代切家唔冇變hết一個信心。一天去揸門響出到出門，因為上帝唔是離開過切家。希伯來書10:38節樣講到，但係義人hết thảy在信心裡面。義人係咪啊？義人意思上帝下面就是個誰屬於這個對嘅人，義人咁多。嗱，義人hết thảy在信心，係講佢退步，上帝唔合意，這樣這個信有主人冇退步，原本這個真這個信心，上帝合意，要人要真嘅信心。希伯來書10:39樣講到，但係一家咩退步嘅人，咩得到滅亡嘅人，但係一家都係相信上帝嘅人，一家得到永久嘅生命嘅人，得到永遠嘅生，係咪生喺在上帝裡面啊？平安生、快樂生，一家嘅喜樂生，一家心中嘅甜，一天要生，兩種都生，上帝祝福大家。阿門。